讲到台南府城有真侪艺人的文化是真有特色。文化局即个头一届甲顶头，也有儿童艺术教育来做结合，伫小人文化园区办活动，毋但互囡仔体验香口祭典，嘛有热热的顶头会当看。 突然间，囡仔摕酒滴啊，去头先甲放入水内3分钟，再搁过黏粉，煞尾才温水，选家己喜意的香粉，甲过招魂，就安尼来来回回做3届，才通完成制香的流程。这是小龙文化园区所打造的小型制香厂，为了甲文化艺术向下顶进，这回店市文化局甲艺人参与同艺术教育做结合，要互亲子透过五感体验来体会老工艺术。就新鲜的安尼啦，比较少去碰到。 咱一寡文俗的文化相对性的这些阵头啊、顶头，个庙的一寡观香啊，会愈来愈少。第一个，互恁仔知影讲香是安怎做，因为较早我细汉无捌看过。这阵环保意识，佮加上部分庙宇点香的数量在减少，地区传统的制香产业只好对咧转型，影响甲观光甲生活化的面向，这嘛点出各种香的变化形式。 另外，这回引起囡仔的顶头艺术节做主题，甲规个园区正做囡仔版的香科盛会，唔敢会当甲府城第9个艺人看好到开，囡仔嘛通落去操练。从神教跟小小蜈蚣阵出发，那其他蜈蚣阵以就是庙会还有阵头来说，它算是有点开路先锋的角色，会让小朋友用一些颜料的方式去创作自己的义阵跟阵头。顶头的文化吼，免我互伊这个生态，其实真重要的是，互后一代人嘛了解到底台南的顶头的文化的这个真核心呐吼，这个内容是啥？我感觉安全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让达成安尼效果。第位是小浪艺定会，园区这个月逐礼拜假日拢设计无同的主题，要带乡亲斗阵入捌艺定相关文化。头届办这款活动，文化局讲，这嘛通对地方文化的多元发展有实际帮助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